也毋过乡亲啊，慢慢识字啦。咱台湾已经成功来合成，会当压制着武汉病毒的药物，半年后就会当大量生产。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全球，实验室研究人员经研发解药。好消息是，目前已经有2种新药被认为当控制新冠病毒，而且半年内国内有希望大量生产。一种是美国的瑞德西韦，中研院目前已经成功合成攻克级纯度99%派瑞德西韦，进入攻坚级了后，都会当将技术移转给药厂。主要是抑制在这个病毒的复制的方面。那过去呢，用在这个伊波拉的治疗方面是有一点效果。那现在用在这个新冠病毒，其实是它新冠病毒本身也是冠状病毒嘛哈。那过去这个药物对那个 SARS 这个病毒哈，它在实验室里面的确是有抑制病毒复制的效果。另外一种化为拉维在中国甲日本已经上市，目前台湾生物技术开发中心毛合成。规划伫1个月内将技术移转给国内药厂，半年了后生产充足的量就会当问世。药多少都会有一些副作用，要等到人体实验出来才知道说因为人体实验有包含了治疗成效跟副作用的一些记录。台湾大约半年了后，就会当自产这2种药物，对武汉肺炎的防疫都好亲像做一支强心剂。